今一开始来关心顶日有中国人坐船去澎湖游览，不过因并无签证，想要落船去澎湖食咱台湾的好食面。马经上港的副所长竟然放因就花，佮提醒讲爱细致哦，唔通互掠着。这段过程的影片即嘛见光，官员这下嘛引起议论。海巡是表示，这个副所长即嘛已经互人调离主管职，而且买加档处罚。我们现在是环球旅行的第一站，中国台湾省的澎湖。因为我们没有入台证，但是我们还想到岸上去品尝美食、欣赏美景。那我们到底能不能登陆呢？外国游客入境台湾爱签证，中国目前依然禁止来台自由行。不过，这阵中国籍人士坐游艇因为闪风台，核准停靠澎湖，马经渔港才规定明定花想要到安全官员，竟然很就花，对方将被物件食美食的影片上传到网络社群媒体。我知道你们今天上午也跑掉了啊！以我的角色，我来点名的时候，你们要到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一定会说，就我有去管制你们。好，是你们自己跑掉的。假如你们真的要，自己小心一点啊，不要被抓到。这影片4分钟外，记录不少双方对话，现任副所长对了违规放人，个考试海关移民准1万单，引起争议。他不仅把法律解释给对方听，还提醒对方要小心一点，不要被人家看见。这是一个怠忽职守，这是渎职，这是公人员不作为。他犯了太多的法律。这架圣克里斯多夫籍的游艇船长是比这是中国籍5个人，为中国泉州出港5月之前，因为闪风台，核准停靠马经第一渔港阿哥码头过程中，马经上港副所长的不当发言，会依法检讨党款。A 船船员如需上岸，依法需向移民署提出申请。本案马公上港副所长不当发言，除立即调整为非主管职务，并依法检讨重惩，绝不宽待。同时追究相关人员行政责任。这架游艇6月7号早起8点半离开码头去日本沖縄湾，不过船员无照规定申请违规上岸，加上香港人员不当发言，凊彩行事，让台湾海华国防出现漏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